整個近代中國最揚眉吐氣、最震撼人心、最能夠體現新中國骨氣嘅歷史一刻，就來自香港。回歸過渡最後關頭，江澤民當機立斷，鐵血拒絕英國10億英鎊續租香港嘅驚世。當年英國眼見殖民大限將至，無法再用軍力強行留住香港，於是改變策略，企圖用金錢綁架主權，用巨利換取殖民延續，向中方提出一項極度誘人、足以動搖任何發展中國家嘅續租方案。英方明確許諾，願意每年向中國繳納10億英鎊嘅高額租金，只希望中方鬆口，容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，保留所有殖民特權，維持原本嘅外國統。面對呢一筆源源不絕、年年穩收、足以快速撐起全國基建、改善萬民生活嘅天文級收益，江澤民零動搖、零妥協、零猶豫，直接一口斷言回絕，並且講出一句震動中外、流傳至今嘅歷史重話：無論係10億、100億定係1000億英鎊，我哋都絕唔會出賣香港山河。新中國嘅執政者絕對唔做新時代嘅李鴻章。呢一句話直接斬斷英國百年殖民最後嘅幻想，劃清新舊中國嘅天壤之別，亦都成為香港可以完整全景無缺陷回歸祖國嘅最核心、最關鍵、最決定性嘅歷史。今日我哋就由江澤民呢一次驚天決策開始，深度拆解成段隱藏喺主流宣傳背後極少人熟知嘅香港回歸真史，睇清楚當年佢點樣頂住國際壓力，抵擋巨額利誘，粉碎西方陰謀，穩住過渡大局，親手完成洗刷百年國恥，修復整片香江山河嘅歷史。要真正讀懂呢場震撼古今嘅主權博弈，我哋必須先回到近代百年屈辱嘅開端，看清香港點樣一步步落入外人之手，亦都先能夠明白江澤民當年寧捨萬億利益，不讓一寸山河嘅決定，究竟背負住幾多重嘅民族血淚同歷史責任。晚清歲月，朝政腐敗，國力羸弱，軍備廢弛，面對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嘅野蠻入侵，毫無還手之力，只能被迫接受一條又一條喪權辱國嘅不平等條。香港呢塊南海明珠就係喺最黑暗嘅年代被一步步割裂出祖國版圖，先有香港島被永久割讓，再有九龍半島核心土地劃歸外人，最後幅員最廣、人口最多、資源最豐厚嘅新界被強行。自此之後，香港脫離神州故土，淪為大英帝國遠東最重要嘅殖民據點。一漂泊就係整整100年滄桑。100年以來，無數愛國先烈、仁人志士、革命前輩捨身取義、浴血奮戰，一生最大嘅願望，從來都唔止係富國強兵，而係終結各地賠款嘅屈辱，修復故土山河，讓分裂100年嘅香港重回祖國懷抱。對於所有中國人嚟講，香港從來都唔止係一座繁華都市，佢係近代國恥嘅見證，係民族分裂嘅傷痕，係一代又一代華人心中最深刻嘅遺憾同執念。時代推移，國勢復興，隨住祖國一步步站起強起，收回香港不再係遙不可及嘅夢想，而係必然要完成。好多街坊熟悉，亦都經常聽到嘅，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對於香港主權嘅鐵血態度，明確主權問題冇得傾，97必定收回香港，為整個回歸談判定死咗不可動搖嘅頂層原。但絕大多數人唔清楚，宏觀原則固然重要，真正最難、最險惡、最多變數、最容易前功盡廢嘅環節，全部集中喺回歸之前最後幾年嘅過度管控、外交博弈、風險掃。而呢一段最沉重、最關鍵、最考驗骨氣同擔當嘅收尾重任，就完全交到江澤。如果話前期談判係為香港回歸鋪路、定調、立規，咁江澤民嘅執政時期就係為香港回歸掃除所有障礙、粉碎所有陰謀、抵擋所有利誘、守住所有底線，確保山河完整嘅。當年國際格局風雲詭變，西方列強不願意見到中國崛起，更加不願意見到中國完整收復香港，徹底洗刷100年屈辱。英國作為100年殖民統治者，眼睜睜看住自己經營100年嘅遠東核心港口即將易手，心有不甘，極不情願，從頭到尾都冇真正認輸，更加冇真心想要和平。
喺正面軍事外交完全冇辦法阻止回歸大局嘅情況下，英國使出咗最陰險、最攻心、最容易令發展中國家動搖嘅終極手段，就係高額金錢利。英國決定放棄強硬對抗，改用軟手段綁架中國決策，提出每年10億英鎊嘅穩定租金，換取繼續長期管治香港，保留英國喺香港嘅司法、行政、金融、海關、出入境、駐軍全部特權。呢個方案對於當時嘅國家發展環境嚟講，誘惑力係常人難以想像嘅。改革開放初期，國家百廢待興，工業薄弱，基建落後，民生缺口龐大，外匯極度稀缺，全國每一處建設、每一項扶貧、每一條道路橋樑、每一間工廠學校都極度需要外來資金支撐。每年穩收10億英鎊，長年累積落袋，係一筆完全零風險、穩定、持久，足以改變全國財政格局嘅超級巨款。呢筆錢可以瞬間補足全國基建短板，大幅提升全民生活水平，快速縮小同西方國家嘅發展差距，幫助億萬百姓脫。換做晚清年代，面對列強如此優厚嘅條件，當權者必然大喜過望，即刻妥協退讓，簽約認可，再次重演割地換錢、苟且偷安嘅屈辱。亦正因如此，英國先至夠膽如此自信，認定中方絕對抵擋唔住呢筆天降巨利，最終一定會妥協，讓英國可以名正言順永久留住香港，延續殖民統治，保住百年遠。但英國最大嘅誤判就係低估咗新中國嘅民族骨氣，低估咗新一代執政者守護山河、洗刷國恥嘅決心。喺巨大利益擺喺眼前、萬人皆會心動嘅關口，江澤民展現出一代大國領袖無與倫比嘅格局同氣。佢清晰看透英方嘅陰謀本質，知道呢筆錢睇似係紅利，實質上係枷鎖、係羞辱、係歷史倒退，係民族尊嚴。一旦接受續租方案，就算短期內國家經濟快速得益，但長遠代價係永遠無法補償。中國將永遠無法完整修復香港全境，100年抗爭、無數先烈嘅犧牲、幾代人嘅復國夢想，將會徹底化為中國將永久保留一塊殖民殘留嘅國土缺陷，永遠唔可以徹底洗刷百年國恥，永遠喺國際舞台上留有弱國妥協、以土換利嘅歷史。更加嚴重嘅，一旦新中國開啟金錢可以交易主權嘅先例，必將動搖立國根本底線。往後西方各國將會紛紛效仿，不斷用利益利誘高壓施壓，拿捏中國邊境海域主權權益。今日可以為錢讓出香港部分主權，明日就可以為利益犧牲其他國土。呢種歷史口子一旦撕開，就永遠保唔。正因為看透呢一切深層危害，江澤民態度異常堅定，寸步不讓，絕無商量餘地，直接正面回擊英國所有幻想，留下呢段足以傳世嘅鐵血宣言。佢明確講出主權無價、山河無價、民族尊嚴。10億英鎊又好，8億英鎊又好，1000億英鎊又好，無論幾多財富，都絕對唔可以換走祖國一寸土地。晚清之所以積貧積弱、百年受辱，就在於執政者貪圖小利、畏強備戰、妥協久安、出賣山河，先至令國土割裂、萬民蒙羞。新中國浴血重生，歷盡艱險，先換來獨立自主、山河無恙。我哋絕對唔會重蹈晚清覆轍，絕唔會為一時經濟利益斷送民族百年尊嚴。新中國嘅領導人肩負住億萬人民嘅期盼，背負住百年歷史嘅血債，誓死守土，絕不退讓。我哋絕唔做第二個李鴻章。呢一句霸氣十足、擲地有聲嘅公開表態，瞬間粉碎英國所有算計，直接宣告英國續租陰謀徹底破產，為香港全境完整回歸鎖死咗最關鍵嘅一道歷史閘。好多人只記得呢句話嘅氣勢，卻唔深知當年要做出呢一個捨千億巨利、守一寸山河嘅決定，需要承擔幾多大嘅壓力，需要幾強嘅戰。喺當年國家經濟急需資金，全國建設百廢待興，社會普遍需要快速發展嘅大環境下，拒絕呢筆穩定巨款，某程度上係放棄最快捷、最輕鬆嘅致富道路。
短期內國家會錯失龐大外匯收入，錯失快速拉升經濟嘅機會，錯失大量建設資金。但江澤民看得極之長遠，經濟可以慢慢發展，財富可以慢慢累積，差距可以慢慢追平。唯獨國家主權、國土完整、民族尊嚴一旦失去，就永遠無法追回，永遠無法彌補。放棄眼前萬億利益，守住百年山河完整，呢個決定睇似捨棄，實質上係中華民族近代史上最賺、最值、最有格局嘅一次歷史。成功拒絕英國續租陰謀之後，江澤民並冇就此放鬆，反而全面加強管控，全程掌舵香港回歸最後數年嘅過渡期，逐一破解英國後續所有攪局手段，確保回歸大局絕。眼見金錢利誘失敗，英國徹底撕破偽善面具，開始全方位搞事、全方位搞局、全方位製造混亂，企圖令香港回歸前陷入動盪、經濟崩塌、民心潰散，等中國接手一個徹底爛晒嘅爛攤。當年港英政府臨近撤退，開始瘋狂透支香港儲備，突擊推動大量耗資基建，隨意變更土地規劃，消耗政府財政積蓄，企圖掏空香港家底，令回歸之後嘅特區政府無錢可用，無力管治。與此同時，英國聯合西方全球輿論鋪天蓋地唱衰香港，大肆炒作97之後香港必死、資本全面撤離、國際金融中心崩塌、法治淪陷等負面言論，動搖國際資本信心，製造全城。不單止經濟輿論打壓，英方更加暗中培植反中勢力，埋下社會撕裂隱患，扶持本土反對力量，企圖喺回歸之後持續操控香港政局，干預內部事務，動搖一國兩制根基。面對英國呢一連串有預謀、有層次、全方位嘅破壞行動，江澤民始終保持超強戰略定力，沉穩應對，逐個破解，寸土必爭，步步為營。對外，中方立場絕對強硬，清晰宣告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，任何外國勢力無權干預、無權指手畫腳、無權破壞回歸大局。無論西方輿論如何抹黑，無論英方如何施壓，無論國際社會如何質疑，中國收回香港、落實一國兩制嘅歷史決心，從來唔會動搖，從來唔會退讓。對內，中央全力穩定香港社會、經濟、金融、民心四大，全力推進基本法落地完善，搭建完整成熟嘅特區管治體制，系統培育本土愛國治港人才，梳理香港法律、金融、民生、行政架構，確保回歸之後政府運作不斷，社會秩序不亂，民生服務不停，經濟體系。中央主動出手穩定港股樓市匯市，安撫商界投資信心，留住外資，留住跨國企業，留住頂級專業人才，徹底粉碎西方唱衰香港嘅。同時，中央積極團結香港廣大愛國愛港社群、工商界、基層市民，穩定社會輿論，凝聚民心共識，讓香港平穩安穩有序度過歷史交接嘅關鍵過渡期。好多人誤以為香港回歸只係一次簡單嘅儀式交接，其實真正嘅難度、真正嘅考驗、真正嘅成敗關鍵，全部喺過度管控同風險化解。如果當年冇江澤民全程掌舵、鐵血護航、頂住壓力、拒絕利誘、掃平陰謀，就算前期談判成功，香港亦都極有可能出現主權殘缺、社會動盪、經濟空心、制度動搖嘅嚴重。正因為有佢喺最後關頭守住底線、扛住萬難，終結殖民延續可能，先可以令香港實現有史以嚟第一次全境完整、主權全收、零缺陷、零分割嘅歷史回望百年對比，更加能夠體會呢份決策嘅重量。晚清執政者面對壓力就妥協，面對利益就動搖，面對危局就割地，最終令山河破碎，國恥綿延百年。而中國新一代執政者面對千億巨利不動心，面對國際高壓不退讓，面對複雜亂局不慌亂，以民族大義為先，以國土完整為重，以歷史尊。江澤民當年一句絕不做李鴻章，不單止係個人氣節嘅展現，更係整個新中國民族精神嘅蛻變，係中華民族徹底站起、徹底擺脫弱國外交屈辱嘅最強宣告。
呢一次拒絕10億英鎊續租，看似係放棄一筆龐大財富，實質上係換來百年尊嚴，換來山河完整，換來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嘅國際地位，換來香港數十年穩定繁榮嘅。正因為主權完整收回，香港先可以依託一國兩制獨特優勢，背靠祖國強大後盾，擺脫殖民束縛，走出全新發展道路，渡過無數金融風浪、社會考驗，持續保持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中心嘅頂級地位。今日維港燈火璀璨，香港繁榮昌盛，社會安定有序，萬民安居樂業。呢一切盛世風光，根源都來自當年呢一次最硬氣、最正確、最具遠見嘅歷史決斷。好多時我哋生活喺和平盛世，享受住國家強大帶來嘅紅利，慢慢淡忘那段驚心動魄嘅歷史，亦都慢慢忘記今日嘅一寸山河、一寸繁榮、一寸安穩，從來都唔係呢份完整嘅國土，呢份莊嚴嘅主權，呢份無上嘅民族尊嚴，係先烈浴血換來，係領導層頂住萬難守住，係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堅持不懈爭取返來。江澤民喺香港回歸最關鍵、最容易出錯、最容易動搖嘅歷史節點，用自己嘅擔當、格局、骨氣，為民族洗盡百年屈辱，為後人留住。佢用行動證明，新中國從此再無妥協久安嘅軟骨頭，再無割地求和嘅屈辱史，再無可以被金錢收買嘅主權底線。歷史滄桑流轉，歲月正好向前，殖民旗幟早已落下，五星紅旗長年飄揚維港上空。乃段拒絕千億巨利、死守民族底線、終結百年殖民嘅真真歲月，永遠值得所有香港人、所有中國人深深銘記，永遠感恩，世代傳頌。